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7日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过来，今仔增加23665例本土病例，25人死亡。对8月15开始，入境唔免再提供2日内的 PCR 报告。台大将决定要撤销林志坚的学术论文。总统蔡文讲，伊相信林志坚嘛支持继续拍拼。国民党的副主席谢立言今仔要带团去中国访问，国民党的少年辈和陆委会拢呼吁爱行动点。新闻开始来看，过来今仔日增加23665例本土病例，有25例死亡，85例中重症。指挥中心嘛公布讲，8月15开始，所有来台湾旅客唔免再提供2天内底 PCR 报告。也毋过入境以后的体检，阁有3加4的防疫措施，嘛是爱阁继续。另外嘛讲到 BA.5已经对8月中到月底有可能会开始压悬，嘛建议做第4档的族群。咱来听指挥中心第一波上届新的说明。本土的病例新增加了23665位，境外移入的病例有143位，比昨天来的少一些。那死亡的病例有25位。今天新增的中重症有85例，是有1例这个1岁的男童本身是没有慢性病史，那当时的诊断是肺炎，也有哮吼合并这个呼吸窘迫的一个情形。8月9号的时候转出加护病房到一般病房当中，目前是病况稳定。那这边宣布一个措施，就是从8月15号0时，也就是说表定抵台的时间，从那个时间开始，那所有的这个来台的旅客都全部取消这个持搭机前2日内 PCR 报告，入境之后的 PCR 筛检，以及我们的3+4还是持续实施。BA.5有可能8月中到8月底之间会开始，那可能会有一波的感染。还是要依照指挥中心的建议，去施打疫苗，那就是我们还是要保护我们高龄、幼儿或者是这个有重大的潜在疾病的这些病人，这是我们的第4剂，建议施打的对象是65岁以上、长照机构住民、18岁以上免疫不全或免疫力低下，这些是我们建议要去施打。过来疫情有可能伫8月底搁再摊烧。有感染科医师就表示讲 ，BA.5正得紧地取代目前咧摊的 BA.2哦。伫8月底可能一日会增加2万例以上，增加10万例嘛是有可能。有基层的医师嘛发现讲，最近感冒、肠仔病毒的病例嘛开始增加，因为防疫的放令，所以嘛要提醒观众朋友要爱特别注意。8月票座期间，未少人出外旅行。最近新冠肺炎疫情虽然转好，不过基层医师观察到，来看病肠仔病毒或者是感冒的患者拢增加现象。推测是伫防疫疲劳了后，加人流提悬，外出自产活动增加所致使。医师观察澳洲也发现有同款的情形，伫防疫2日了后，慢慢甲病毒共存，都出现流感大流行的状况。流行性感冒已经差不多有2年多没流行了。那今年冬天，说不定如果假设大家防疫的观念已经薄弱了，那可能这个疾病呢就会散播到人群里面，造成群聚感染。医师分析，伫甲病毒共存、防疫强度降低了后，2年无流行的流感，可能伫秋冬搁起来，民众还是要做疫苗来预防。另外，新冠疫情也有机会伫8月底大规模搁定来。目前包括蓝山感染 BA.5 会真紧取代 BA.2，加做主要流行株，到时阵病例数会搁提悬，会等下估计确诊2万例以上。国外的例子呢，其实 BA.5的高峰期呢会回到跟 BA.2差不多，那所以呢5万例也不算估得特别高，因为我们的最高峰呢甚至可以接近10万，所以5万到9万之间，我想都是有可能的。当地民认为，因为北部 BA.2疫情爆发的时间较早，群体免疫力下降时间也较紧。估算北部 BA.5感染者可能伫8月中就开始增加，中南部差不多伫8月底。建议60岁以上高风险族群，也是要做第4剂疫苗来降低伫大规模流行期间引起重症的几率。记者综合报道。因为疫情，国内保险公司停卖海外突发疾病医疗保险。经过金管会甲业者沟通，目前按算甲法定传染病排除了后，民众要出国就当搁买到海外突发疾病医疗险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了，
要不然的话，没有一家公司敢做这个旅游平安险含法定传染病。目前有一家，叫做美尚安达公司的海外旅游平安险可以含法定传染病，其他的保险公司都不敢做，都不敢含法定传染病，要不然大家就去买美尚安达的，对不对？你不可能叫了保险公司亏老本嘛。不少民众出国要买医疗险大多数拢是出国了后，伫当地来投保。即马要重新来开放伫国内地当买咯。经管会保险局上新的统计，到今年的8月初8，防疫险的理赔已经超过400亿咯。4张防疫险的保单都有1张理赔。再来看昨台大表示讲，民进党桃园市长参选人林志坚的论文严重抄袭，嘛撤销林志坚的学术学位。林志坚昨出面化冤枉，今仔又搁强调讲，伊绝对无抄余正煌的论文。外界嘛质疑讲，林志坚的指导教授现任国安局长陈明通的学术伦理。国民党台北市议员钟小平今仔嘛去监察院检举陈明通哦，佮别讲陈明通要求余正煌甲责任打落来。虽然论文的争议真大，也毋过总统蔡文下晡伫民进党中执会公开表示讲，伊相信林志坚无抄袭，嘛支持伊继续拍拼。民进党桃园市长参选人林志坚，台大国法所学术论文去用指控抄余正煌的，台大查到公布审议的结果，认定林志坚有抄袭，撤销伊学术的学位。林志坚第一时间发冤枉，车站搁一概强调讲，伊绝对无抄袭。我也在这个过程当中，提出了人证、物证、公证的资料哦。那很可惜，很遗憾哦，在苏院长召集的这个学人会之下，没有把这一些作为一个这个资料来验证哦。有关学位，林志坚表示，伊会伫收到相关的文件了后，透过律师团讨论接续要安怎处理。针对余正煌的律师无排除要告林志坚诽谤，林志坚批评讲，表明感谢背后捅一刀，这种伤病刀鬼的做法，毋是做人的道理。林志坚论文的风波，去互对手质疑政治信用的问题，要求林志坚应该退出选举。学术的归学术，我们就是努力跑我们的行程，接触我们的基层民众。他也不需要透过这个政治的话语来说，他这个愿意到学人会去做说明啊，然后认为学人会这些审定委员呢，好像是有政治的目的。因那林志坚的指导教授，也就是现任的国安局长陈明通的学术伦理嘛，受到质疑。台大应该不是只处理这个学生林志坚而已。更应该要处理陈明通，也就是他的指导教授，所以请台大继续的清理门户。国安局长竟然压迫小小的调查员余正煌，要他扛林志坚这件事哦。局长要我扛，我怎么办？最后选择他主持正义，把这事情揭发出来。国民党台北市议员郑小平初日去监察院检举陈明通，佮讲11会去台北地检署甲陈明通提告。记者综合报道。针对林志坚的论文争议，台大的学生组织一直拢无发表意见，也毋过因是表示讲，望国政党卖阁利用论文争议来拍选战。另外，台大10月会来选出新的校长，学生团体是表示讲，21个遴选委员只有1个学生代表，伊嘛已经提出22个问题，要向9个校长参选人来提问。10月台大校长就要定选，台大学生会甲研究生协会召开记者会，宣布因要对9个校长参选人提出22个问题，希望校长参选人重视学生的权益。因为我们说台大有3万多名学生，教职员3000多名，但是在遴选委员会上，我们只有1/21的代表，而制度对我们非常不利。所以我们当然尽可能的要把学生代表的身份来把效益最大化，因此要来办理这一系列的活动。22个问题内底包括学生辅导、劳权、性别、宿舍等等的议题，希望9个校长参选人伫8月底进行回答。除了这个问题，有学生认为学术伦理嘛是校长应该爱关心的议题。可能现任的校长可能就是讲得太含糊，我觉得可以讲得更直接，就是应该要直接就是说学校很注重学术伦理这一块，那
学校方面也会再加强之类的。就可能规范要再更详细，或者是去就是定义一些比较明确的那些抄袭的问题，去明确定义一下这样。台大研究生协会会长柯冠德表示，因未针对林志坚的个案发表意见，撇免为任何政党挂保证，伊认为这讲到底是学术体制的问题。我们会针对结构性的问题，这不是台大问题。当然，教育部，我想我们也会来去做沟通，教委的立委来去做拜会。柯冠德认为，未有校长参选人认为学术伦理这个议题无重要，所以因未阁特别对参选人提出相关的问题。记者林书豪、谢桂林台北报道。再来关心台北市长的选战，最近拢在吵内湖的交通问题。民进党的参选人陈时中提出4大办法，也毋过黄珊珊是讲，陈时中敢若会晓画大饼，根本无法度解决市政的问题。苏焕智嘛批评讲，陈时中的办法只是开大钱的工程，无整体的思考哦。国民党的蒋万安是批评讲，民进党靠势讲资源真济，在拍选战。参观展览，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陈时中讲民主，年底首当选战，政策攻防继续聚焦内湖交通。陈时中提出4大解决方案，说服黄珊珊口水用嘴画大饼，免解决市政问题。黄副市长认为我们的方案不好、不可行，那他总是要找一个方法出来放弃，那就清楚讲出来他要放弃嘛。但我们仍然不放弃。如果你要提出牛肉的时候，你要看看你的锅子准备好了没有。对于交通，我们还是希望专业的合作专业。黄珊珊强调，在道路面积无可能增加的情形之下，营造硬体建设拢做啊。重点是伫流量控管。台湾卫星召集人台北市长参选人苏焕智是批评，但市长的方案缺少都市计划加交通管理系统的思维。解决市政问题，不是花大钱的土木工程，而是要用心，用心才能创新呢。当然，现在也看得出来，民进党中央他们是打无限资源的战争。我想，我最大的资源就是市民对我的信赖和支持。针对内湖交通，蒋万安也进一步表示，家己真早就提出时间、空间、稳固3个层面4个方向来解决。上重要就是要管理甲建设斗阵做，才真正不是面对内湖交通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今仔要带团去中国访问。也毋过，国民党亲中派的地方议员甲参选人拢认为讲，伫两岸关系遮尔紧张的时阵出访，实在是无适当。嘛呼吁党中央应该爱暂停出访。陆委会嘛考劝国民党先毋通去。也毋过，夏立言是表示讲，这是早就规划好的行程，嘛强调讲，时机愈困难，愈需要去关怀伫中国的台湾民众。嘛讲，即阵去北京，并无安排甲中国的官员见面。去到桃园机场。准备要坐飞龙机飞去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伫中国连续几啊天对台湾军演的敏感时机，要去访问中国，引起各界关注。伊表示，这是伫6月份就已经规划好势的行程，主要是关怀伫中国做工课，也有读册的台湾人。在这个越困难的时期呢，我们越要关怀我们在大陆的朋友们，应该要去看他们，听他们的心声。我们一直觉得两岸之间呢，必须要更多的沟通，更多的对话。夏立言表示，这次去中国会甲台湾农民甲渔民拄到的困难，反映予当地涉台单位。不过，伊强调讲，这届并无安排甲官方的人员见面，嘛无要去北京，而且嘛无甲年底的选情考虑在内。不过，针对伊访问中国的代志，党内确实有反对的声音。两岸关系固然重要，但我们不应该继续帮民进党擦屁股的刹车皮啊！两岸关系的问题是由现在执政者自己去解决。南洋的青总派质疑讲，党内高层伫2番敏感的时机要访问中国，实在是无妥当。嘛发起联署，呼吁都要停止去拜访中国。也若陆委会表示，有考劝国民党莫去，伊若是坚持要去中国，应该传达咱国强烈反对因对台湾使用粗残武力的民意。记者综合报道。针对中国因为不满佩洛西访问台湾发动军演，前国防部长杨念祖是分析讲，即届中国透过军演予台湾压力，军舰嘛驶过海峡中线，离台湾真近，中共对咱的威胁嘛可能会愈来愈大。另外，美国华府智库战略国际研究中心进行评推，模拟解放军伫2026年拍台湾，结果显示讲，美国甲台湾合作会当拍败解放军。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也关两方对起来局势。中国发动大规模封锁台湾本岛的演练，多段飞过台湾的空袭。美国认为讲，中国演习会成做新的常态。中国防部长尤念祖伫车闸分析，台湾看清北京政治的决心。中国透过高强度的军演，除了甲台湾施压，嘛传达军机甲军舰行过海峡中线，挖进台湾本岛两个事实。今天我们看到这一次的军演是小菜一碟，我觉得猜时间是没有意义的。可是呢，我们今天认识到中共对我们的威胁到底是什么状态，这是我们应该要知道的。台海情势紧张，美国华府地壳战略国际研究中心展开兵棋推演，模拟解放军伫2026年拍台湾。结果显示，美台合作会当成功阻挡解放军，不过美中台拢会付出真大的代价。尤念祖认为讲，这是建立伫美国投入作战的情形之下。不过台湾甲美国毋是邦交国，双方嘛无安保条约，所以美国会介入台海的战术到什么款的程度，值得关注。美国跟乌克兰是有邦交的。乌克兰是一个主权国家，可是今天如果台湾不是一个在国际上被认为公认的一个主权国家的话，所以介入的问题介入多少是有它的困难性存在。那我们现在当然国际知名度，大家很同情我们了，啊，同情又怎样？有事情会不会来帮助吗？军事的压力跟经济的压力啊，不会今天就维持了，在我看一直到20大。赵春山指出。佩洛西访问台湾对台湾来讲是好处多过歹处。中国制裁报复的行动是台湾这边承担。伊分析，中国高强度的军演至少会持续到中共第20届全国代表大会结束。那本岛会受到威胁，中国无人机连续几个天侵扰金门，找到暗时啊，阁有一架无人机进入北京海面管制的空隙，国军有发射信号弹驱离。记者综合报道。中共毋但军演嘛发动网络攻击，国内有真侪电子看板拢互乌白解。特别成立的数位发展部部长唐凤伫接受媒体访问的时表示讲，未来政府部门会采用一种新的网络架构来阻挡类似的网络攻击。从前几天 Seven 或者是台铁出租看板受到骇客入侵，播出假信息，影响民心，希望公司部门大家一起合作，共抵外敌入侵。中国对咱台湾文工武协嘛，包括着资讯作战、进前代替个民间超商的电子看板叫网军来入侵，嘛引发着影响民心士气的疑虑。行政院准备修订相关的办法，要求行政机关透过契约来规范公务机关场所的电子看板，安尼做法可能会来增加申报业务的民间厂商的成本。有资讯作战的专家分析，伫乌克兰也个俄罗斯战争内底，会当发现林地作战有相当的效果，厂商嘛应该负起企业社会责任。社会责任这部分，目前的这些企业都已经耳熟能详，也是能够接受的一个概念。我相信是用这样一个概念去导入，会让厂商们更知道说这是他应该负起的一个责任。除了强化供应链资讯安全，降低电子看板去入侵影响到社会安定的风险，某民间团体建议政府禁止中国香港、澳门的广告看板也个监视设备的进口，来减少中国对着咱台湾侵占的机会。那也要依据这个贸易法的第6条第1项第2款，这个危害国家安全或对公共安全之保障有妨害的规定，来禁止香港、澳门的广告看板与监视设备的进口。学者嘛认为，资讯安全更重要是拄到状况时，准备来处理的管理能力。未来数位发展部成立了，应该来增加对着业者资讯安全管理能力来强化辅导，才法度有效来面对随时出现的资讯林地作战。记者张志阳、陈柏如台北报道。再来看有风声讲，美国联准会可能会搁升利息3码，昨美国股市3大指数拢落，台湾股市今仔一开盘嘛落破15000点哦。盘中上侪是落160点，收盘是收伫14939点，比昨落111点。有分析师表示讲，除了美国升利息，外资嘛正关心中国的军演敢会常态化。未来2个月拢是观察期。佩洛西这撮亚洲的访问，后续影响阁会继续。
大股车90盘，15000元徛未在，车11开盘，阁又落来开价走价，指数上加14890点，中落160点。证券分析师表示，主要是前一天美国三大指数受压，加上美国7月要公布7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升利息利空冲击，大股面临下修风险有关。在晚上公布的 CPI 数字，高于8.7，甚至来到9或是9更多的话，可能会笃定的认为说联总会这边会维持一个比较加速升息的一个步伐，台股就有可能会再次会回去重测前一波的低点。大股正做外资提款机，今年到目前，大股卖超已经将近1兆新台票，恐惊创历史新高。经济层面影响，包含升利息、通货膨胀、非经济因素、地缘政治冲击，尤其最近美国众议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引起军演，对台经济制裁，企业股价面临压力，带来另外风险也给压力。目前市场还在观望，到底这样子的一个军演会不会变成常态？每2到3个月就会有一次比较大规模的军演，觉得有可能在整个亚洲地区长期的本益比会被下调。我们下半年的这个经济可能就会开始走弱了。对外资来讲，它有可能就是会在今年下半年，甚至到了明年的资金逐渐撤出台湾。学者表示，今年6月、7月大股投资信心指数已经一直落，即马两盘紧张局势，各户投资人选择等看卖，成交量能无法度放大，而且下半年也有升利息利空干扰，大股恐惊无力反攻。记者综合报道。最近有真侪台湾民众去柬埔寨食头路，煞去拄到诈骗集团哦。这几天台北市警方嘛抓到讲，国内有人利用面册找人，结果甲去找头路的民众压起来，要求爱交出银行的口座，提供犯罪集团来洗钱，甚至有真侪拢假做是大公司来骗人。优势警力一个到现场，对方唔肯配合，直接个弄入去内底。直接驶入去到这个犯罪所在，有真侪民众方加紧伫内底，当场就抓到4个嫌疑犯。原来诈骗集团因戴面册用关心水要来招人，甲这个被害人来面试的时阵，逼伊就要交出假金铺啊，还佫要控制人的自由。伫台北市大同车是袂当凊彩离开。警方讯后，全案依妨碍自由罪、诈欺罪、强制罪移送台湾士林第一方检察署侦办。伫面册因头路的陷阱真济，即马佫有诈骗集团因想歪步，甲脑筋当地嘅出名的电商，因主打写皮 logo， 家己做真材影片，讲是照镜来算钱，保障每一张单有500块起跳。有意思的人会当私信来了解。有的佫甲放专联福利函，讲一支手机就会当兼职来写民众。不如果若是实际甲敲电话，煞是安尼。您拨的号码暂停使用。无法度取到联络，干会当透过面册来私信。另外一个社群平台，因甲放招牌外送平台的吉祥物胖胖达来招募伫咧厝的这个派单员。因讲电话共款是敲袂通，诈骗的手法一直咧变，即慢慢出现莫名的人才，假做是出名的品牌。民众看到了后，敢会去上钩咧？因为缺点很普遍，然后就是还蛮大的，所以可能很多人会去相信吧。可能会哦。怎么说？因为乍看之下感觉像真的。这款的网络诈骗，常常拢是武质出的。因讲时间真有弹性，唔免出外工作轻松，搁免经验，甲你对面册，甲嵌入去赖内底，安尼一步一步咧放字，甲你成。警方查证之后，这些店家表示没有刊登过这种真才缺人的广告，这是标准的诈骗。即马拄撞到晓热是做线工的旺季，上准少年人的心理，急要找头路，想讲赚一寡难产钱。警方提醒讲，不法集团因爱的是你的存款小号，都爱细字，唔通上尾钱方骗了，还佫真做这个诈骗的共犯。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小港分局的警察昨下晡要临检一台车，也毋过这台车刷塞车要去弄警察警方开8枪，这台车驾驶甲车等的人坐客停车落跑。后来警方是伫立座套房抓到人，这个嫌犯是讲伊因为毒品案被通缉，惊互警察抓到才落跑。你要干嘛？
先熄火！你现在踩我就警方想要把这个驶轿车的查某人载落来，伊煞先弄头前车，佮转弯想要逃走。警方把窗仔弄好破，把对方有条咧，结果煞去互伊碰开，手嘛去互玻璃刮着伤，佮互车拖咧行。查甫人坚持唔停，警方对脸啊连开8枪。代志发生伫咧初九下晡3点，有民众伫咧小港区安泰病院后壁停车场看到远景开枪，落尾查甫人驶已经破烂的车逃走。我们的车原本停在这里，红线轮子在红线这里前面，被推开那么大。警方表示，这个查甫人为着要闪监视器，除了把车放咧用行的，搁坐客停车驶路。不过车接透早已经伫咧套房甲伊掠起来，规避我们警方的查缉，那进而冲撞我们远警。那我们远警在这个危急的状况之下呢，就大胆使用警械，朝他的轮胎开了8枪。警方表示，这个查甫人因为毒品案去互通缉，烦恼讲互掠起来了，爱去解毒才会逃走。询问了后，以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妨害公务等等的罪嫌，移送地检署侦办。也若是2个受伤的警察，治疗了后是无大碍，已经回去上班。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美国总统拜登今仔伫白宫签署晶片法案，政府要投入美金527亿来推动美国的半导体产业甲科学研究，提升美国科技的竞争力。We are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 singular place of possibilities. I'm not going to go sign the CHIPS and Science Act, and once again, I promise you, we're leading the world again for the next decades. 拜登表示讲，这个法案唔但会当刺激国内的投资，更会当来创造几千个新的工作机会。晶片法案提供美金527亿补贴，更有大约240亿美金的投资减税措施，鼓励美国的企业来投资半导体产业。另外，美国嘛打算讲，自10档内底要投入超过美金2000亿。来进行相关的科学研究。美国总统拜登因为2天前才解除隔离，伫咧讲话时阵嘛阁定定酷扫。再来看，俄罗斯并吞的克里米亚，伫初九一个空军基地大爆炸，造成1个人死亡，8个人受伤。罗西亚是讲这是因为基地庆祝佮有炸药爆炸，毋是乌克兰的攻击造成的。响一大声，喷出乌烟的所在是对克里米亚半岛纳佛费多瑞夫卡镇的俄罗斯空军基地方向来的。俄罗斯国防部表示，这是萨基基地的弹药爆气，并强调讲无受到攻击，嘛无军事装备受损害。克里米亚半岛的领导人阿克瑟诺夫表示，讲这个基地引爆真侪防空弹药库，有人死亡。Я, если честно, не сообразил, что происходит. Но, слава богу, всем сказать на пол и ползти к ванной. И кто куда, в принципе, за нами приехала машина, вызвонили, слава богу. 俄罗斯新闻社引述一个无愿意讲出姓名的部长，伊讲违反消防安全规定是爆炸的主因。乌克兰社群媒体议论纷纷，认为是乌克兰发射的中程导弹去击到。基辅方面访问着讲，是毋是会替这边的爆炸案负责？总统府顾问波多利亚科表示，当然毋是，认为是俄方管理无好势，也是讲遭受到游击队攻击。Сьогодні багато уваги до тематики Криму. І це правильно, бо Крим український, і ми ніколи від нього не відмовимось. Росія перетворила наш півострів, який завжди був і буде одним з найкращих місць у Європі, на одне з найбільш небезпечних місць в Європі. 俄罗斯伫2014年合并克里米亚半岛，并且把这个所在划做攻击乌克兰军事集结区。不过，伊正做乌军攻击的目标。伫过去几个月以来，基辅当局一直向西方国家要求提供中程大炮来对抗俄罗斯的入侵。伫最近几个礼拜，武器有煞咧运送到位。乌克兰嘛煞咧对俄罗斯控制区更加深的所在做目标的攻击，并且嘛对数件相关的行动表示讲成功达成。公司新闻黄云玲编译。稀土是国防、能源、科技产品真重要的一种原料中国的产量是占全球的一半。也毋过后来中国限制出口，所以拢改向缅甸来进口。也毋过对缅甸来讲乌稀土赚的钱，拢互军政府摕去。造成的环境污染，却是民众爱承担。
伫缅甸甲中国交界克钦山区，中国稀土公司人员甲当地工人在探勘稀土矿藏，矿区附近除了垃圾，搁较还是开采过程使用的化学物质，会对自然环境产生严重的污染。You have to flush it out where it is, and that is where you use ammonium sulfate. Ammonium sulfate inevitably will end up as a pollutant in your groundwater. It will burn the soil. It is environmentally, it's a disaster. 稀土用途是真大，有产业维他命的称呼，为电动汽车、智慧手机啊、战机、绿色能源，无论高科技，或者是民生用品，是现代社会未当欠缺的天然资源。不过，稀土开发成本真贵，而且对环境的破坏是不可逆。住伫个缅甸矿区的居民都深受其害。每次天嘛1.5年，一见面多嘛几。占全球1半以上稀土供应的中国，自2014年开始整顿国内稀土开采。自2019年，中美贸易战也限制稀土出口。了后，就靠缅甸进口，也和缅甸非法开采稀土抢攻。美联社记者调查发现，缅甸矿藏区域乌甲是如苍苍，而且因为有利益，民民团体勘测其中部分迄里，也搁留入军政府的落地内底。摇摆行为为一段网络讲话就会知影。好，这个啊可以要撇心要撇的，啊要撇心那个啊可以抹杀，我个丢晒话，我个新鲜的。全球产业对稀土的需求增加，争夺稀土正做一场战争，受害一直是无辜的百姓甲土地。公视新闻张淑芬报道。过来新闻，咱来看食药署最近查到一批对中国进口大约6000公斤的莲子哦，验出讲有致癌的黄体毒素。另外，美国正出名的冰淇淋的品牌哈根达斯，最近伫新加坡嘛验到1级的致癌物环氧乙烷。有2款口味的冰淇淋全面回收。这热天，袂少人会煮莲子汤来啉，清凉搁降火。不过买时阵一定爱先片看卖，搁看外表是毋是有生果，才袂将黄曲毒素加入腹肚。会拿起来闻一下，如果有黄体毒素的话，就是花霉，就有一个霉味。因为国内打的莲子差不多6-7成靠进口，食药署查到公布边境稽查结果，5940公斤为中国出口的打的莲子，被检出有致癌记录的黄曲毒素超标将近10倍。未来会针对违规的业者提悬抽检的比率。一般的抽验几率会是在2到10%，那只要有一次不合格，我们就会提高到20到50这样的一个查验强度。另外，美国有名的冰淇淋品牌哈根达斯目前因为产品被验出禁用农药、甲有致癌的物质，和比利时、台湾等国销毁。最近，佫传出新加坡下令要求回收2款冰淇淋的产品，原因是验出禁用伫食品当中的环氧乙烷，可能对人体有致癌的风险。国外有一些流行病学研究指出，如果工人在封闭环境下长期接触环氧乙烷，它就会增加血癌的风险，也会有神经毒素的一些症状产生。医师强调，环氧乙烷毒性加强，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1级致癌物。目前国内食品当中也是未当检出。另外，黄曲毒素因为台湾气候真潮湿，建议民众买大莲子、土豆这个物件时阵，开了后爱保存伫冰箱内底，也要赶紧食了，才袂增加黄曲毒素污染的机会。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铁有一台新北市树林西往台东的道路区号列车，昨暗因为向正乌烟哦，就停伫花莲水尾车头检查，车顶300外的乘客伫月台等点外钟，台铁才派车甲乘客载去台东。不出乌烟的泰鲁公号紧急停伫花莲水尾车头，车顶360个乘客全部拢落车到第一月台等转接，不过这一等就等点外钟，互真侪人感觉是真无奈。我当下坐在火车上面，就等他们故障排除吧，很少遇到那么久。然后现在火车误点的频率还蛮高的。这个种事件是发生在初九暗时6点10分，一台为台北树林开往台东的432处泰鲁公号经过水尾车头时阵，不出乌烟，经过检修了无法度继续载，晚分80分钟。整个旅客的转乘都在站内，就换月台转乘这样子。延误的部分呢，旅客可以在1年内呢持车票到全省各地的车站呢全额退费。
高种态度国号目前要停伫最尾车头第一月台，代替表示，因为这列车已经无法度驶，爱派车拖回花莲去不断检修。初步调查是，连接引进莫达车道的客轮箱内底接头无好才故障，爱拆落来送台北检修，才能确定故障的原因。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宜兰关南澳的海边啊，因为拢有一寡违法的沙坡车载人客出入。昨午就出动怪手，乌2条钩啊，要来阻止沙坡车出入。也毋过民众就讲哦，即马像一般的人哦，拢无法度去海边啊佚佗咯。也毋过国产署是强调讲，一般的民众嘛是会当去海边啊耍水，袂受到影响。南澳新美沙坡出名景点海事洞的方向出现2条100公尺长、2公尺深的深沟，还佫有大公禁止沙坡车入去内底公告。国有财产署要禁止南澳新美沙坡车的业者因无摕到同意，佮占有国有地，伫车道请怪手挖2条深沟，互民众怀疑讲，这敢是两岸局势紧张来做比战？我觉得这个有点便宜行事啊，真的，因为你围起来了，你就把所有人的权利全部都封起来了。有民众认为讲，沙坡车伫顶悬安尼弄来弄去，真危险的，影响到伫沙坡顶悬散步的游客，需要一个管理手段。因为有时候小孩子会在沙滩上跑来跑去，如果真的有车子在那边走来走去，小孩子谁知道也熊熊冲出来。这条沙坡车这几年真事件，不过受到部分游客投诉讲，沙坡车规个驶过阴蓬蓬，就敢咱亲像沙尘暴同款。还佫业者因占用当地海事洞，互人客来路营航肉开趴，国产署爱紧来处理。那为了避免少数业者的一个独占行为呢，往海石洞的方向可能约数百公尺到1公里左右去做一个壕沟的一个设置。产署讲，伫沙坡顶悬挖深沟，拢是原地挖，对地无影响。会挖这深沟是因为沙坡车的业者伫遮做生意，已经影响到真侪游客。为着要避免这业者因独占的行为，才会来设置这的深沟，对一般海沙坡顶悬的游客袂有影响。记者综合报道。高雄真出名的地潭龙虎塔。条仔甲天棚哦，拢歹去，需要维修。佮加上内底新平的壁画，嘛因为已经40外档受到损害咯。初步估算哦，整个工程大约是需要3000万。高雄市政府是表示讲会来协助。游客徛伫咧龙虎塔外口翕相，专工为桃园来到高雄，才知影龙虎塔暂时无开放，感觉真可惜。来到这里不能上去，对，就是有点可惜。就维修嘛，这样子。如果不能进去看的话，就从外面看看啊，拍拍照，其实也不错啊。游客来到莲潭，大部分拢会行入去龙后出虎口，讨一个好吉兆。这个踮龙虎塔顶悬欣赏莲潭的美景。不过旧年虎坪的外观2座塔的条仔甲天棚，红门土拢开始闭开落落来，惊游客着伤才会暂停开放。错漏的时间我们没办法预算，它就是天气比较热的时候掉下来会砸到人。像那边就是很多，这边也是一样。自1976年起到今的龙虎塔，壁顶有40外档历史的彩画，会当画的师傅已经剩无偌济人，而且最近工钱甲材料拢起价，地需修复至少要3000万。龙虎塔所属的主宰奖无法度负担，才会向市府来讨救兵。还是要先取得文化资产这一方面的资格以后市府这边好像就比较好切入了。我们民政局的角色就是来协调。市府嘛答应协助整修，若是会当得到经费，大约8个月至12个月就会当完成整修。龙虎塔伫咧疫情爆发之前，捌吸引真侪游客来行打。庙方希望各界斗3工，互这个出名的景点会当赶紧重新开放。记者综合报道。台东县逐当拢会举办热气球嘉年华会，有当时热气球会降落伫田里，造成农民的损失咯，嘛互真侪农民真不满。这场会议本来苗苗球受邀请到台东参加热气球嘉年华会，顶礼拜自由飞过永安川，好亲像咧找降落地点，互当地居民真紧张。因为这气球的飞行拄着气流无稳，飞行员就会走找降落点。花东跳过的飞行路线，因降落地点大部分是农田，一落地，工作人员甲车辆就会进入农田，造成农作物损害，尤其是有机田。一大粒这气球落地田内，农民可能爱重新整地。我那个田就是其实不太希望人家进去踩踏，你知道吗？因为他们人很多，而且我们周边有一些田是算有机的或友善的。
县政府表示，每年热气球嘉年华会拢会编列热气球降落造成农损的补助，毋过落地的热境地或者是市地农产，因为损失认定无简单，会搁甲农民协商。他认为那个地上根本没有作物，但后续就有农民来询问说造成他的农损，其实这部分可能会有一点小小的争议。那这可能我们当农民反映的时候，我们会到现场去看。官府讲，这几年拢有农民求偿记录，要找无地主的情形，呼吁农民有发现热气球落地的农产或者是农地顶悬，插户降落过期啊，各有农损，应甲商办厂商或者是县府联络求偿。记者综合报道。云林岛内有一个民众，因为社区公园的一丛树仔，就挡伫因岛的门口口哦。伊个趁公所的修整树仔的时阵，要求讲把这丛树仔撤掉。岛内市公所是强调讲，民众的行为已经违反公园管理自治条例，上济是当罚6000块，嘛爱用市价来赔这丛树仔。公园内底的树仔经过修整，已经无亲像用过遐尼暗。为着避免风台甲树尾扣转去，岛内文和路这搭社区公园最近当咧修整树仔。不过过程当中，所有一个民众因为一丛仙桃树伫因岛门口，甲修整树仔人员参详要甲伊锯掉。拢铺底边去嘛，啊铺底边，因的意思讲公所无收哦，啊，甲你讲风台上造成一些大家都困扰。迄两丛，就是伫迄当下上早拜托工头出的。啊，这丛迄天在修的时，就修1/3啊。后来他又嫌不够，他自己又去修，又修的更低。伊讲这丛去砸断因的门。当地住户黄先生表示，这搭社区公园的树仔拢是伊种的，看到仙桃树、银杏树等等3丛树仔去互锯掉，真唔甘。针对这件代志，岛内市公所是表示，会照云林县公园管理自治条例罚600到6000块。专业的园艺公司来进行估价，那赔偿也是一个方法。那种植相当数量的这个植栽在指定区也是一个方法，所以我们会全盘了解之后，请专业的园艺公司进行估价损失。岛内市公所表示，市区的公园真多，管理机关无相同。这阵民众锯树仔事件是经过社区的住户先投诉县府机关，才转去市公所，绝对无闲咧唔处理。后续会到现场勘查，甲当事人说明了后，才决定要罚偌济。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日本福岛第一核电厂准备要甲废水排入去海里，目前东京电力公司已经取得日本政府的同意，准备要动工了。过来环保团体嘛响应国际组织的联署哦，呼吁日本政府撤回这个计划。将公开申交予日台交流协会代表人，几个国内环保团体响应国际联署行动，呼吁日本政府应该撤回福岛第一核电厂的核能污水排放入海计划。像这样的水，它仍然具有大量的放射性物质氚和碳14，还有其他的放射性同位素，例如铯90，它们可能累积于骨骼，导致于骨癌以及血癌。环保团体表示，伫日本政府同意核废水排放入海相关设备主体工程动工后，东京电力公司嘛伫初四开始学海底管道工程，预计这1、2天就会完成。因表示，虽然日本政府不断强调排放的水会经过处理，也是有真济记录。日本政府有公布一套说，我现在大概只剩下氚，但是氚的标准它是提高了才把它排到海里面。可日本民间团体去测，其实是还有除了氚以外的放射性物质。环保团体指出，到达已经有160几个跨国组织联署，要求日本要考虑其他较安全的长期存放方案。因为排入海虽然上省钱，所会影响到海洋生态，因希望透过国际串联，伫核能废水也未排入海进前先动落来。记者伫张派文台北采访报道。逐当的7月到8月，台南咸水溪水尾岸边哦，是一款即马叫海狗仔生团的季节。也毋过因为附近有真侪车出入，所以真侪海狗仔拢互车搞死。最近台江国家公园就启动交通管制，要来保护这海狗仔过马路的安全。台南市长黄伟铁甲志刚甲箱仔内底10几只海狗倒出来，要帮助因爬到咸水溪边探井。但年7、8月是台江国家公园内底上很圆周蟹，人工海狗的生态期，园区拢会伫这时阵启动交通管制，保护因的过路安全。这个部分看到这么多，这都是我们的志工朋友，他们
抓到的哈如果没有好好保护，一下子车子一过，就失去了这个，就死掉了哈，这样很可惜那我背后可以看到也设立一个告示牌，这是给人看的不是给路线看的，就很多过往的行人他们过往的车辆，他们开到这边的时候要真小心。呼吁大家骑车对这过时阵会来较谨慎的，若看到伫这散步时看到伤痕原左线，伊要过这条路的时阵，大家当甲斗相共，互咱的生态永续会当得做一个平衡。伤痕原则写咧生态，会当讲是水路来回旅行，尾海狗会先抱卵甲摆伫水底，等海才会卵破壳生出幼虾，佮经过几啊摆脱壳，才会佮转去陆地生态地。毋过定定伫咧过路时阵，就无适宜去互车辆搞死。对，这边蛮常有路线，尤其是那个满月的时候，然后他们在傍晚的时候就会移动出来。那他们的那个腹部前面就会爆了很多的。祝他产卵成功。市府表示，目前已经伫咸水溪替换的机车道采经告白，过来嘛甲台江国家公园、经济部河川局相关的单位合作，做路下保护措施，维护海狗的生态环境。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今仔早起有真侪公民团体伫台北地方法院来声援，因为野区台南客家路查案，和平进党中执委郭在钦提出告诉的立委陈椒华，还有当地里长李新哲。公民团体是呼吁法官爱保障民众的言论自由。选伫开庭进前的半点钟，真侪公民团体派出代表伫台北地方法院头前徛几排，也表示声援时代力量立委陈椒华，甲当地里长李新珍，因为揭发台南客家路杀案，和民进党中执委也是民伤心，公司负责人郭在钦控告损害赔偿。总共拿了30几万多吨，他现在告我说他获利好抵御，以30几万多吨。一吨1000块的处理费，他没有处理就拿到地底下，那不是获利3亿多吗？郭在钦涉嫌非法伫客家农地带路屎甲废弃物，佮控告陈椒华、李新珍等人，切实进行言辞辩论庭。立委陈椒华表示，为自控年甲即马相关调查证据拢发现有重金属超标甲地下水污染。台南市环保局也要求污染行为人应该承担污染，事实拢放伫眼前。不法利得超过3亿，我们现在的处罚竟然只有开一张7万2的罚单，还有6000块的罚单。我们去为公益发声这样子的行为这个是不容许这样子的情况再发生。公民团体表示，相关的目的就是希望法官公正审理，对勇敢逼抗的人言论自由爱保护，若无污染行为人，若告这个人，后摆伫重大环境事件，拢可能出现同款的效应。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市政府的市政会议昨通过《台中市优化商区发展自治条例》草案，望讲会当来帮助旧城区的发展哦。伫草案内底有并甲相关的处罚，也毋过拢无提出奖励的办法。台中市旧城区西面，市府初九通过《台中市优化商区发展自治条例》草案，规定市府会当公告规划优化商店街区，互旧城区的经济注入活水。毋过，伫咧中区经营电子专卖店40年的业者认为讲，每一任市长拢要甲振兴旧城来做是伊的政见。毋过，因的生意也是真歹，嘛看无起色。10几年前的时候，那时候人潮比较多，现在的话就应该就差蛮多的啊。也比较没落。观光客也比较少。这项自治条例草案拢总有27条。规定优化商店街区成立了后，应该设置管委会，会当利用公有设施发展在地特色，卖当卖商品，而且详细列出评鉴甲罚则。毋过有文书工作者认为讲，会当透过这个方式，甲地方的优质khu挖来是好代志。毋过草案并无列出奖励的措施，恐惊降低大家参与的意愿。市府强调讲，管委会卖当使用甲营造公有土地展售商品，卖当收管理费，增加管委会甲会馆店头的收入。我觉得应该可以能够更细致，要来凝聚共识的人，他更有说服力，能够邀请大家。不然的话，其实我会觉得他就是还蛮空洞的啦。经市府核定后，可使用及营造公有土地展售商品，也可以收取管理费。
希望该条例通过后，可以为商区注入活水。另外，有学者表示，制定进行旧城的驻地条例已经画真侪年啊，用意就是要整合各局处机关，提供更较有效率的处理模式。不过，即马市府甲条例拆做经法、都法甲文化3个局处，分管商业、建管甲景观无共领域，恐惊失去制定条例本意。记者综合报道。中国禁止台湾柑仔类的果子进口哦，中秋节要到咯，台南市麻豆区农会昨开始连续4天，要来启动收购温蛋加工，按算要买50万斤，希望使来减轻农民的压力。初10透早，麻豆农会的加工厂内面有几人的员工咧整理温蛋的加工股，伫工厂外口一台一台载温蛋的货车等咧排队。麻豆农会收购温蛋的第2天，就有侪已经采收的农民赶紧来交货。它因为有一些比较大的果粒的话，果皮不是很好，所以说它如果进到市场的话，会影响到整个小的销售市场。大果的部分也是农民比较难处理的一块，那农会有愿意帮我们收取这些大果的话，那其实帮我们农民减轻了蛮多的负担。中国禁止进口台湾的柑仔，上大受影响的就是中区的文旦。台南麻豆农会结合文旦的名内底各农会的成员，甲农委会开会，讨论出相关的方案，以每公斤10块的价数，按算要收购50万斤，提早甲品质较歹的加工果上买了，来减轻销售的压力。农会这边也会把大果先把它收起来，而且我们希望就是说，这样比较规格外的大果，不要去到外面的市场。去把那个价格弄坏，虽然那个是规格外的大果，所以我们希望把这一块先把它处理掉的话，不要让一开始价格就倒了。目前麻豆品质较好的文旦，有价1斤通卖60到70块，甲去年比起来是无差真济。买来加工果经过制作了后，阁会当做出各种的产品。农会也头一届出动5台自动下皮机，加工好的文旦再阁放伫仓库边咧。采收的大月特别高啊，稳定市场也正做麻豆农会上重要的任务。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南市的桂林种麦节时刻，今年桂林区有办时刻节甲比赛，农民市正雄种出一粒将近2斤的时刻，得到第1名。台南市的桂林区是台湾西半部上大的时刻产区，逐年拢会举办时刻节，今年也伫咧8月初7来举办，而且今年还阁办时刻王的评选。由农民市正雄以1.93斤的时刻得到第1名，那生了8甜，品质又更好。因为随着农民技术的研发，农民的心血的投入，所以呢，咱桂林时刻会使讲品质是愈来愈好。全部拢大牧种，伊的迄咱的时刻嘛，拢个型、个粒拢较大粒，经济价值嘛较有啊。桂林的时刻节除了时刻以外，也阁有推广侪在地生产的果菜，也推出用当地食材做出来澎湃搁好食的便当。那我们看到的这些食材，基本上拢是阮桂林在地。例如说我们的绿竹笋，例如说咱桂林土豆，那例如说咱的猪脚，那另外呢黑木耳跟咱的花椰菜等等。即马拄啊好是时刻的产期，除了举办时刻节来推广农产品，若是去消费有够额，阁会当得到合作的百货公司的优待。未来因也希望会当甲超商合作，利用冷藏的技术来延长保存，通好拓展销路。记者综合报道。下半部的天气，咱来看管区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5度。中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5度；东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4度；外岛地区上低29度，上悬33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